蒋爸爸吧，群里发了要叫你们找人去赶牛。哦。是那家一个我家嘛，应该2个家谁来嘛？我一个人他叫的。哦。他笨的。怎么笨的？早就说了，那我也他一起开去。还有婆婆那么大也可以。哎呀，没事呀。他走路慢得很嘛。今天可能不是他放牛嘛，所以他可能叫你们去了呗。吃人不在呗，对不对？他在，他不听话。他不听话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晚上很牛嘛。哦。现在没事干。他不用他管吗？他不管吗？他不管。哦。他们人少得很嘛。他们人少的嘞，路大的。他说飞机扛不来吗？过去一点嘛，我们开过去一点嘛，现在看也看不清楚。上车，上车，走。对呀。他说那个牛厉害很，跑得厉害。是吧？这些呢，这多快了，这节不上了。这些不干了，跟去，跟去，跟去。我们去把他赶回来嘛。我问爸爸。
今天找牛嘞，要调的，不调的话不清楚。中间那个东西要转一下，调清楚。那边有几个牛跑到这里来了嘞，那边还是有几个，但不知道是不是，他们用望远镜在看呢。能找到已经不错了，他们说丢了差不多30个嘞，大概10几公里以外。你中间调一下，调清楚。刚才那个牛不是的，他们啊，什么意思？刚才牛不是是他们的。哦。可以照片从那个网上小牛吧，那个牛我们班那的不是。啥也都啊。人打要了你是打，咱呢？那个拿过来，我来调。近一点吧，哎呀。下
年要到是吧？几年了？这个，然后个，就可以拉，啊？可以吗？个地厕所，哥等见不到。找到这几个牛了，他们要赶回去，要10公里，10几公里差不多。
模式。现在怎么弄嘛？怎么弄嘛？现在那边有看不见嘛？嗯，看不见的有什么有。哦，先放那边，然后一起小宝宝把到了，然后全部一起放。啊搞混的。这给爸爸。告诉他怎么用啊！告诉他怎么用。频率模式。能听见吗？能听见吗？伊德拉，听见吗？伊德拉，听见吗？伊德拉，听见吗？哎，他。频率模式。哎，我把这个放后面。哎呀，坐前面，坐前面。有坐为什么不坐？现在没什么东西嘛。他可能用对讲机，我们这个还听不见了。他刚才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没有嘛？没有。说不定那个是他去用的，他调完了的。拿了没用，声音没有。声音有，刚才有吗？有。什么声音？这个没用了。没有啊。没用了，要换一个了。你。
Chấm mèo như bà chủ à? Chấm mèo như bà chủ à? Mình đủ.这老OK 阿爸带我们了没有？啊带我们了。呀，他不是看一下是他不是休息，他要那个叫什么做生意的，买羊毛的。那位先停在这里，爸爸下去看一下。哦，有那个里呢，把贴上嘛的。给我的手机，不要给手机，这家把啥？没了。那个这个咋呀？那些小起来也买的。有那个里以为直接起来以为当啊别叫个些小买的。那些小起来买的，偏那个里就看不പ്പാ죠。他了那个里那里叫不是个个以为当。送都那货。好大这边，把送的都送这不大，但不像那里没有。我这边不了人，那他们带去们那包子。但那把呢？那你说什么嘛？我听不懂。他们叫了我不去，那他们想什么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这样啊。今天有什么嘛？一看到我们叫了家头了，他们不来。嗯。你说。那你怎么办嘛？是吗？就是嘛，那我也去看看嘛。
发现没着？这下，哎，这这叫什么呢？这。啊，对，让贵头了。对，哎，让高一交了。让高牛也发达，这下头呢，发现这个。是多了几的。啊呀。哦呀，对对对，别生气。你看。啤酒可以，打电脑。这是多的。啊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刚才算了。放那点东西的吧。搞这么大。老快，大哥，你家家的对。歌手，你要走，要就是，啊，就你走了。哦，行，大姐。伢子，伢你这个看，都是假的。来吧。哦，伢个他们太低了，包了。伢真的伢。过了多少家都准备。都是干他们下兄弟个。哎，你看他们兄弟个。真好的。好么的。才非常不多。不。啊，妈，你们他们那。是女的。才非常不多也个。刚也才把这个啦，有个的，刚呢，刚也叫么苦。刚的呢，他那牛在家去，下雨了。下路下。哎，这种的的呢，你操不干。你结婚吗？啊，结婚了那个。结没得。没得。没得。你结没嘛？啊，对了。结过的。没得。啊，结过不能，结干了，结婚了，这个没个，然后，这件事从今天嘛，刚就干嘛的，结干的家。这个。好了。что там до киро? Я готов. А. Got it. 看嘛，这也是那东西。啊？好看了吗？不是好看的问题，我看看每个家里什么东西，就说明他们怎么生活，对吗？好过来。嗯。Ya te va a pasar.